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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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
弥陀佛，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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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陀佛。
是西方果是万叶佛陀，有世界变化，揭露其土有佛阿弥陀，今现在说法舍利弗，彼陀何故名为揭露其国？众生有相果，但修诸罗果名，揭露有舍利弗，揭露果土，七条难顺，七条罗网，七条行数该是作法就在为了是果，彼果名为揭露舍利弗，果土有七八功德水充满，其中地地顺于金沙菩提，作遍界的经义琉璃玻璃下宣上有六个有一经义琉璃玻璃。一国下诸马老利扬谢其地中莲花大陆基轮千谢清宫红谢红宫下谢下宫北谢北宫微妙香给下利弗揭露果土寻求如是功德庄严有舍利弗，彼佛果土上座天家红经为地修也了是无天万德罗花其土众生相依清达，高一一个性教妙花供养他方是吧？耶佛皆以是还得闻果万事经验，舍利弗揭露果土寻求如是功德庄严，有出舍利弗彼国相有将奇妙在学之量，被何空求应无舍利克令客用面之量，是诸将妙丢也了是出何阿因一言求我今我力七菩提闻八性德闻如是莲花地土将先闻是应以该谢莲花莲花莲经舍利弗，你不为出了是罪不所行受一家何必佛果土无三恶得舍利弗，彼佛果土上无恶得，即便何恒有是诸将了该是阿弥陀佛，有莲花因酸流变化所作舍利弗，彼佛果土彼风吹动，诸波行诸吉波罗王出微妙音，彼六百千将阿东结果作闻喜因家诸业该行莲佛莲花莲经即行舍利弗，彼佛果土寻求如是功德庄严，舍利弗一如意云何？彼佛何果？阿弥陀舍利弗，彼佛功名无量，教是恒果无所障碍，是果何为阿弥陀？有舍利弗，彼佛修灭，积
舍利弗，揭罗哥他众生心者，该是阿边佛地，其中得有一仙佛事，其所行德为是算数，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舍利弗，众生闻假应道法王，万生彼国，所以假何得一如是诸相，善莲故会一处舍利弗，不可以笑善根何得，因缘得生彼国，舍利弗了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知其名何？一日了二日了三日了四日了五日了六日了七日，一心不乱，一念念念将是阿弥陀佛，一诸圣者现在其前是人将是先不等得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揭罗高头舍利弗，我见是你告说出言，了有众生闻是说假应当法王，成彼国土舍利弗，如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东方又有阿丘比佛，苏弥相佛，苏弥佛，苏弥空佛，妙耶佛，如是定恒河，沙所诸佛告依告此宫中世上遍覆3000大千世界，所行是愿力定众生，当现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舍利弗，南方世界有日外天佛，闻光佛，大焰见佛，苏弥天佛，无量千千佛，如是定恒河沙所，诸佛各依其国，此宫中世上遍覆3000大千世界，所行是愿力定众生，当现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舍利弗，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无量相佛，无量等佛，大光佛，大明佛，宝相佛，金刚佛，如是定菩萨所知佛，各依其国，此宫中世上遍覆3000大千世界，所行是愿力定众生，当现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舍利弗，八方世界有焰见佛，最胜耶佛，难诸佛，二乘佛，王灭佛，如是定恒河沙所诸佛，依其国，此宫中世上遍覆3000千世界，所行是愿力定众生，当现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舍利弗，下方世界有数诸佛，名闻佛，名告佛，达摩佛，华东佛，其华
佛如是地，因何沙所诸佛，各依其国，此功德世俗，遍无三千大千世界。所成是言女顶众生，当现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舍利佛上方世界，有梵有佛，小恶佛，用上佛，用光佛，大焰见佛，杂色宝华严谢佛。沙罗树王佛，宝华địa佛，见一切义佛，如数弥山佛，如是地，因何沙所作佛告依其国，此功德世俗，遍无三千世界所成是愿女顶众生，当现是称赞。何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舍利佛，亦如意云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舍利佛了有男子善如理闻是经，受持者，一万诸佛名者。是诸善男子，善如理，该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该地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舍利佛，你顶该当信受五欲界诸佛所说舍利佛，也有人以法花愿当花愿有心，阿弥陀佛，高假是诸人顶，该地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彼高头了一心，金仙了东仙，是故舍利佛，诸善男子，如理了有信者，应当发愿成彼高头舍利佛，我今者千载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彼诸佛顶也千载，我不可思议功德，则是言迦牟尼佛能为心难已有其数，萨婆国土我作恶世界，作见作烦恼，作众生，作命，作德，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所行一切世界难信之法，舍利佛，同知我以我作恶事，应速难速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界所速难信之法，是为信难佛所所经以舍利佛，以诸比丘一切世间天地阿修罗的闻佛所说阿耨信受列于其佛说阿弥陀经，化一切业障根本电性尽超得了你。南无阿弥陀佛耶，萨揭多耶，多得耶他，阿弥利多佛比阿弥利多，谢丹佛比阿弥利多，比迦兰得阿弥利多，比迦兰得嘿弥尼嘿嘿那，吉多迦利萨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萨揭多耶，多得耶他，阿弥利多佛比阿弥利多。
chế tăng phở vi a mi đi tát vi kha ranh tề a mi đi tát vi kha ranh tát khe mi ni khe khe na chi tát kha đi sa phở hơ nam mô a mi tơ phở e tơ tha khe tơ e tơ tê e tha a mi đi tát phở vi a mi đi tát chế tăng phở vi a mi đi tát vi kha ranh tề a mi đi tát vi kha ranh tát khe mi ni khe khe na chi tát kha đi
诸佛菩萨、龙天护法、诸天、耆兰菩萨、师父上人、各位师父，在场的莲友们，还有线上共修的莲友们，阿弥陀佛。今天第一天，等一下就要休息了。但是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学习很专注的聆听分享的人，他想要跟我们分享的事情，那这个也是我们念佛可以得到的利益。我们既然可以很专注的在一声阿弥陀佛的圣号，那我们如果是说师父呕心沥血，还是说莲友们将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一些心得跟各位分享的时候，大家用心聆听，我相信一定可以得到修行上很大的注意。我们今天请法庄师父来跟大家分享。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师父、圆充师父、住持师父、各位常住师父、各位莲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今天是清明佛三的第一天，我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在我学佛前、学佛后，在原生家庭。家庭里的关系以及我自己的体悟。我从住进寺里面开始，我的俗家的家人，我的爸爸妈妈、弟弟还有弟妹，一家4个人，每一年都会有1天2天抽空一起来到寺里来跟我聊一聊。然后看看我，也会到会客室跟师父坐一坐，喝喝茶。大概1个下午的时间。那我每一次送他们离开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感恩，很感恩师父，也很感恩极光寺的存在。因为这个在以前一家人一起来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我的爸妈，我的父母，在我大概20出头的时候，他们签字离婚。那个时候我大概大学刚上大学，大概大1、大2。然后我的弟弟刚上国中，父母就是念在小孩还在成长的阶段，所以他们决定就是还是住在一起，就我们家一家4口还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那时候我大学的生活就重心就放在同学学校的生活，然后弟弟忙着考高中、考大学，然后爸妈的工作又很忙，各自都有工作，所以其实从小我们家的气氛就是比较安静，比较压抑。那我们一家4口呢，虽然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是就各据一方，因为都在各自忙自己的事情。那这样子的气氛呢，就一直到了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就理所当然的就到了台北，离开家到台北工作。再过了几年，我的弟弟就考上了淡江，也离开家北上到台北，离学校附近的地方租房子。那因为
2个小孩都已经离开家了，所以妈妈就搬出来。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全家4个人就正式的分散开来，就分散在4个地方生活。那我也是在那个阶段、那个时期，在有一次的因缘，在近年念佛会参加共修、参加法会，也是那个时候就是认识的师父，认识的极光寺，然后开始了我人生的学佛这样。那因为刚学佛的时候，师父就常常说，我们学佛不是只来道场诵经念佛、参加法会，把家里放着不管，不可以这样，不可以就是只顾着自己修行，父母丢着，然后小孩、孩子，丈夫、妻子都丢着不管。我们来学佛，应该是把这里学到的东西拿回去家庭里用，拿回去生活里用。父母要学习怎么跟孩子相处，怎么教育孩子。那做孩子的呢，要学习怎么孝顺父母。那时候我觉得听了，我觉得很好。也因为就常常听到师兄师姐在台上分享，就是分享自己的亲身体验，自己有一些改变，然后带回去家里，带回去生活里，那家庭工作也跟着改变。那个时候我就想，既然佛法那么的神奇，好，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试看看？就是从我自己做起。但那个时候其实并不是想说要，父母在复合还是什么的，我只是希望，我们一家的这个僵固的情况呢，僵固的关系，能够就是再亲近一点，那个心可以再近一点。那其实我是从学佛之后才开始学习怎么跟父母相处。那我怎么开始的呢？我从聊天开始。我们家以前是不聊天的，就是回到家就进自己的房间，然后整个家就是会很安静。那我就开始呢，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我为什么会想要从聊天开始呢？因为我刚来学佛的时候，那个时候极光寺还没有极光寺，还是联络处。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年轻人，没有什么同年龄的莲友。那我从志工，我从内户开始做。我就学习做内户。那时候的内户呢，是卢桂英老师带领的，带领寻声妈妈一起来做内户。所以我的来寺里的朋友，就是妈妈们、阿姨们。然后，因为我就是一个人，有的时候要去坐车或什么的，所以常住师父就会安排一些叔叔啊、阿姨啊，然后阿伯啊，这样载我去车站。那因为大家会对我好奇，那就会有聊，有问有答，这样一来一往的聊天。我就发现，我其实是可以聊天的，就是我跟这些叔叔阿姨阿伯都可以聊天。那我为什么不也这样跟我爸妈聊天呢？就是我就想因为我对叔叔阿姨们是空白的，不会有之前的先入为主，或者是有以前的那种印象，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应该
要从这里开始，我可以练习从聊天开始。所以我放假回家，就是台北工作放假回家的时候，我就有意识的，就是尽量，在房间的时间少一点，听到外面有电视声，我就刻意的，就是也是要逼自己的，就是到客厅里面跟爸爸一起看电视，然后开始学着问问题，就是问一些以前不会问的问题，譬如说，以前工作怎么样啊？最辛苦的是什么啊？等等的。那经过这样慢慢的聊天，一点一点、一次一次的，我就发现其实，父母以前也有他的烦恼，那也有我们不晓得的情况。那再加上那个时候我已经出社会了，那个年龄刚好就是我爸妈生下我的年龄。那我就会自己同理的去想说，如果在这个时候我有一个孩子了，我还要担心孩子的教育，还有经济上的问题，还有婚姻，还有等等等等的，我就比较可以去同理父母的情况。所以以前对父母的一些不解，或者是多少有一点怨怼，就比较可以慢慢的放下来。但是呢，这种僵固的关系不是那么容易。有的时候聊没5分钟，那个相处的惯性，那种感觉又回来了。那个惯性是什么？那个惯性就是业力，就是习气。我们来这里学佛最珍贵的，就是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方法来了解我们的因果业障。那我从一开始学佛，我开始有机会处理事情的时候呢，几乎都是处理全家的共业。我们全家大部分的共业都是拆散别人的家庭，或者是破坏别人的婚姻。举个例来说，就是我们有一世全家都是以贩卖人口为生，我们诱拐了49位的小孩，那操劳他们，那我们骗他们的方式是希望，就跟他们说，你们赚的钱我们会帮你寄回家，让你的父母可以温饱，让你们家都有经济的来源。但是我们却没有这么做，我们就操劳他去工作，到没有办法做的时候呢，就把他放走。那这些孩子长大了，被放回去的也没有工作的能力，垂垂老矣，就是回到家乡，有的呢找不到他们的父母了，那有的也找不到家，有的父母也不在了，他们也没有办法尽孝道。49个孩子，就49个家庭，49对父母伤心难过。所以这只是其中之一。就我在这些业障里面，我很清楚的体认到说，我不能再抱怨我的童年，或者是我自己身处在什么家庭里面，所以我就比较可以去，应该是说认分，就是去做师父所教的，就是我们要诵经，要念佛，要持咒，然后回向给冤亲债主。那我在一边忏悔过去的同时，我的现世的状况我还是要面对嘛。我不能说我一直拼命的诵经念佛、参加法会、回向，我不去面对我现在的父母、我现在家庭的关系。我在一边忏悔过去，跟一边面对现世的
情况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有个东西比业障还要可怕，那就是我们的习气。我不晓得大家是怎么样，但是我的感觉是，我们总是在跟最亲近的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个习气就最容易压起来。而我就是常常在跟父母相处，还有跟我的弟弟相处的时候，我发现我照见到了自己的习气。譬如说，我举个例子，有的时候父母讲一句话，可是我心里已经不高兴了，但表面不说，心里就一直堵在那里，堵着。我以前就觉得孝顺就是要顺着父母，但是其实我表面上顺着父母的同时，我的心里并没有顺。那有一次我在那个时候，师父还会去板桥办法会。有一次呢，在板桥法会的时候，在会客室处理一条共业，那刚好就讲到我，那个众生呢就跟师父他就是跟师父说：“师父你不要看这个小女孩，看起来很温柔，但是她心里很拗。拗是什么意思？”我其实知道是什么意思，可是人很奇怪哦，就是，当人家第一次点出你的习气，而你不知道的时候，你甚至会不认识他。可是那个习气在别人身上的时候，你很清楚那是什么意思，可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甚至隔天还去上网查呢一哦拗是什么意思，然后而且还会想说：我有吗？我哪有？这样，可是就是慢慢的去想。当我一直慢慢去想，我什么时候会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跟父母相处，或者是跟家人相处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譬如说，我后来常常跟我妈聊这段往事，就是我3岁的时候离家出走，就是我那个时候才3岁，然后我忘了我妈骂了我什么，我连她骂了我什么我都忘记了，然后我就好生气，然后我妈就说了一句话说：“你去找你奶妈啊。”然后我就气到，3岁怎么可能一个人曾经出去过？没有，我就真的很生气，然后我就转头就开了我家的公寓有2个门嘛，我就开了第1道门，而且我很清楚那1道门的那个门把是在我头上，所以真的是就是3岁的头上，然后我就再继续开了第2道门，然后就走下楼。因为爸爸妈妈都在工作，所以我以前是奶妈养大的。我奶妈呢是在我们家距离就是对面的国宅，可是虽然是对街，但是那条街呢其实有6线道，3个安全岛。有6线道那么大的一个大马路，然后我其实很害怕，因为我没有自己一个人出去过，所以但是实在是太生气了，我就自己勇敢的走下楼，然后勇敢的看着漆黑，还是晚上哦，我看着漆黑，然后我也没过马路，但是我就要准备勇敢踏出去
那个马路的时候呢，我妈就把我抱起来了。后面怎么样我都忘了，我就忘了。然后因为我妈就是奈我不敢做这件事情，可是我就是就赢哎，然后我就真的出去了。然后后来我妈就吓到把我抱起来。虽然觉得就是很好笑，可是我后来反省了，发现这很可怕哎。因为我才3岁，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很生气，我扭开那个门把，然后害怕，然后勇敢的走出去。这个东西，这个很气、很执拗的那个东西，像是与生俱来的一样，它没有任何的酝酿或什么。那个东西其实就是习气啊，就是很深的习气，就是与生俱来的。怎么会与生俱来呢？就是过去你不断的熏习，我们讲熏习可能比较抽象，它就是你过去可能不断的练习，不断的去你习惯生气的，你习惯起嗔恨心的，你习惯这么做，习惯久了，它就是惯性，惯性的带到今生来，那就变习气。然后我发现这个拗啊，它还会再衍生别的，就是变成我跟父母在相处的时候，我就会不想讲。以前是不敢讲，后来是不想讲，就不愿意沟通。那如果这件事情早一点改变，那我跟父母的关系，或者是整个家的气氛，会不会有可能改变呢？会哦，就是至少我跟妈妈之间，我跟爸爸之间，我跟弟弟之间的这3条线，至少会比较软化一点，整个家比较不会那么僵固。如果说我早一点，就是会比较软下来，比较会塞奶，或者是会勾夹。但这2件事情对我来讲还是很难，所以我就想到，我就有这样的体悟，就觉得我不能完全的怪罪父母或者是这个家让我变成这样，不能去怪罪环境。但是这个东西，我不沟通不讲这件事情，是到了什么时候才有比较更大一步呢？是到了我决定要出家这件事。因为决定要出家，就必须要跟爸妈沟通，我必须要面对，去跟妈妈说，去跟爸爸说，我也要去面对我很害怕的事情，就是我可能表面上顺，但我心里不顺。我很害怕跟他们沟通，很害怕跟他们起冲突，也就是我害怕冲突。那我心里很清楚知道，我要出家这件事情是不顺父母的，父母是不愿意我出家的。但是没有办法，我当然也是有去问过师父，师父只告诉我说，你要好好讲，你要好好的跟你的父母说，让他们慢慢的去了解。我那个时候想说，慢慢，我不想慢慢要等到什么时候，所以，我很急，但是也没有办法。我怎么问师父，师父都是跟我说，你要好好跟你的父母说，要慢慢的让他们了解。所以我就也没有办法，我就就是面对，然后一次不敢讲，下次再试着讲。有的时候，当我面对我的父母，很痛苦的样子，
因为我的决定而让他们痛苦这件事情，也会让我觉得很纠结，就好像是我很不孝这样。但是我另外一方面又很清楚的知道，我要走这条路，所以我就只能硬着头皮，一次一次的面对。我就一直不断的在面对，然后痛苦的时候就在忏悔，可能过去有障碍别人修行，或者是出家，或者是学佛，也忏悔我们家过去可能有障碍别人修行等等的，就是不断的忏悔，然后再面对，然后再忏悔。到后来也是像师父说的，父母什么时候真的慢慢比较可以尊重，或者是他们来的时候也多让他们了解极光寺的理念，以及这里的道风，以及我的改变，他们也有看到，所以就慢慢的一直到我要剃度的时候，他们我的父母也愿意一起来参加我的剃度的仪式。光是这样，我就已经可以感觉到他们是真的很爱我这个女儿，所以我在这里呢，也是要就是借这个机会，向我们全家过去生可能造作使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而受苦痛苦的众生，向跟他们忏悔，也包括我个人，我也是造作了很多破坏别人的婚姻，甚至还怂恿别人不孝。这个部分也是要忏悔。忏悔之余，师父教我，你要发愿。我曾经问过师父说，当父母来到道场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出家人，我要怎么去面对我的父母，跟我的家人，跟我的父母相处？师父就说，把任何踏进来寺里的人都当作是你的家人对待，比你年长的人待他们就如你的父母，比你年轻的人你就待他如你的弟弟，把所有人都当成你的家人。我那个时候觉得师父好像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但我现在觉得师父已经回答我的问题了，而且还教我怎么发愿。那我现在有另外一个家，就是这里，家人也变多了。当然，习气压起来的时候的机会也变多了。我还在学习，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也跟在座的人、在座的大家也学习到了很多。所以我今天在这个清明时节，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体悟，也希望每个人都有力量，都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习气。也希望每个家庭都圆满、和乐、幸福。阿弥陀佛。我们谢谢华庄师父这么精彩的分享，他就是把自己的所有的经验，很一点点隐瞒都没有显露在大家的眼前，所以就会那么的感动人。我们说执拗好不好？
真的是很有勇气，对不对？3岁，然后要过6线道的大马路，晚上一点迟疑都没有。当然是还没有到奶妈那边啦哈，到一半的时候，妈妈就把他抱回来了。幸好妈妈把他抱回来了，不然晚上那么小的小朋友真的很危险呢。哦，那万一那时候出了车祸，我们就没有化妆师傅了，对不对？但是呢，我很敬佩他这样子的执拗，他一心想表达他的愤怒，然后就去找奶妈。那我们如果把这样子的勇气、执拗放在我们发菩提心，我们一心向道学佛，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困难阻碍，我们都勇往直前。那这样子的执拗是好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看到化妆师傅他今天的分享，那我们也可以学一学说，当我在学佛受到阻碍的时候，当我想要完成一件好的事情，但是有的旁边的人有一些闲杂话说，干嘛要这样子做啊？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好像很傻哈。那这个时候执拗的心就要拿出来了，勇往直前，对不对？好，那我们讲到说，碰到不顺遂的事情的时候，嘴巴不跟他有一些反抗，说一些跟他不对盘的话出来的时候，其实呢，我们内心散发出来的那种磁场震动，我们嘴巴不说，但是其实呢，所有的肢体语言、眼神、态度都会显露无遗。各位相信不相信？我相信说，我们周遭的人，我们不见得什么事情都让他非常的顺心如意，但是呢，虽然不跟他反驳，或者是讲一些反对的话，心里面在低估，心里面在跟他对抗的时候，那个磁场，其实对方都可以感受得到。那我曾经听过说，我们的一个起心动念，那天人他就好像听到雷声那样子的有力，那样子的明显。所以呢，我们的起心动念真的要非常的小心谨慎。那如果说我们从我们身口意这样子去做修行、做注意、做关照，那我们的修行呢，一定会有进步，一定可以提升。每一次当有人分享说，我因为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有什么样的果报，那我又怎么样的去做一个补偿，做一个忏悔，那后面呢，活菩萨还有众生也都给我们好的机会去做一个让我们可以安心在走下来的时候呢，我们最好也能够对号入座。虽然说我们没有冤亲债主，没有善知识来告诉我说我曾经这样子伤害他们，但是既然有人提出了我们的生生世世这么久，应该也会沾上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随着一起起忏悔心，说一声对不起。如果我有这样子的话，那我忏悔，跟你们说对不起，以后我不再犯。那这样子我们就不输说我们到这边的道场来学习了。还有呢，各位刚刚有没有听出来，火庄师父说他也很感谢说有极光寺的存在，然后呢，让他的爸爸妈妈家人都可以安心的让他成为极光寺的一员，
其实呢，不只是师父，还有常住的师父的一个接纳。最重要的是说，各位莲友们呢，回到寺里面，你们怎么样在表现？你们怎么样成为一个极光家人所创造出来的氛围？如果不是有温暖，不是有一个光明上进的表现的时候，我想华庄师父的爸爸妈妈大概也很担心，将来你在这里要怎么过生活，要怎么样做修行的功课。所以呢，各位每一位都很重要，你们的表现就是在表现说我们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所以呢，每一个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整体极光寺这个大家庭的氛围。所以我们一起在努力，一起求提升，大家一起进步。阿弥陀佛。
请长跪。Nam mô A Di Đà
音菩萨，南无观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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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菩萨，南无大势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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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南无清净大海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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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南
南无清净大海众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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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清净大海
心定内，西佛东洋头，阿弥陀如来必定上海心变化解脱。一心定内，方便行弥陀，阿弥陀如来解脱，上扬心变化解脱。一心定内，西方安乐陀，阿弥陀如来大乘应该心变化解脱。一心定内，西方安乐陀，阿弥陀如来心空化空心变化解脱。一心定内，西方安乐陀，高行第三行记已经算了，变化解尊法。一心定内，西方安乐陀，观世音菩萨万应智境心变化解菩萨摩萨。一心定内，西方安乐陀，大势至菩萨不变风气心变化解菩萨摩萨。一心定内，西方安乐陀，清净大海将万轮力量心变化解相应。走归佛东观教学，黑白大德化不相信。走归佛东观教学。心
国人大为父庙司长凯立业万亲礼佛参拜，现在者征服延寿过去者，叫声称陀。阿弥陀佛，叫声称陀。阿弥陀佛，叫声称陀。阿弥陀佛，是个名耶随行，路桥随所有。大江东行将进路，叫条连，但念无相信妄言。请各位莲友把拜垫对齐。等一下进房间。阿弥陀